登入 KPayPOS 之後，畫面會直接跳轉到收款金額輸入頁面，輸入金額，然後撳確認，然後揀二維碼收款方式，掃描客人嘅二維碼，稍等幾秒之後完成收款，或者選擇反掃嘅方式，等客人掃描你嘅二維碼。成功收款之後，畫面會顯示收款成功，並會自動打印商戶單據。你可以揀商戶全根或客戶全根進行列印。登入之後，輸入收款金額，然後撳確認，然後揀 PayMe 收款方式，掃描客人嘅二維碼，然後等幾秒完成收款，或者選擇反掃嘅方式。成功收款之後，畫面會顯示收款成功，並會自動打印商戶單據。你可以揀列印商戶全根或客戶全根。如果你喺使用產品期間遇上任何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嘅客戶服務團隊會全天候協助你解決疑難。